好来，乡亲啊，过来这是国家发展委员会预估，讲台湾今年的出口、投资甲消费可望来成长。友台今年经济成长率超过4%。啊，人力银行嘛来发现讲，这个金牛年换头路的人是3年来上介多，敢若是初六开工这天，就加出着4000几亿的这个公司的企业要来应征着新人，比去年的同期成长着48%。啊，这个半导体甲资讯的产业需要的人上介多。乐透阁开伫别人家，卖上心，会使想办法替家己加薪。今年景气还蛮不错的，我们的产业还好啦，蛮好找工作的。您是资讯产业一般般这样子，然后可能大家就是比较平稳的过。景气敢有好，民众感受拢无同。不过政府统计数字袂歹，像国发会估计，今年台湾出口、投资、消费拢会成长，会互今年经济成长率超过4%。景气好的产业，即马嘛当咧积极找人。去年下半年开始，台湾在经济成长上面，不管是半导体产业、5G， 还有医疗，还有电子资讯、电子支付、电子商务这几个产业，都非常的发展都非常棒，所以今年开出的职缺也比较多。人力银行统计，初六开工即天就增加4000间企业来找人，比去年同一个时期成长48%。农历过年进前1月份嘛有35.100人主动来找头路，嘛是这3年以来同一个时阵上悬的纪录。金牛年转折，未少人拢已经开始行动。